民众有债务欢迎是当来裁定用保单来强制执行。过去当半律师的判决都有9000外件。今仔有立委是呼吁讲，应该按修法来排除保单，来保障受益人的权益。金管会是表示讲因会来研究排除健康险这类的保单。 过去因为创业失败欠真侪钱，林正民众出现伫记者会指出，因为欠债，那互法院强制执行扣薪害钱，即马身体也出状况，真无简单，毋望着保险理赔金，却因为欠债互扣押。所投保的都是医疗险、防癌险跟长照险，然后从去年开始，这保单全部都被扣押，12万的保险理赔金，那也被扣押了。 根据统计，过年1年半来，因为欠债，互法院裁定保单作为强制执行标的，大约有约9000件。有立委指出，以健康险为例，通常只有1点点的保价金。虽然借款人会当摕到增加的解约金，所造成当事人失去重要保险的权益，并且无符合强制执行中的比例原则。强制执行保单之前呢，是否先进行一个调解的一个程序啦？看看要保人的一个意愿如何，是否有清偿之意愿，不要让受益人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被强制解约。我们可能要去区分它的险种，要保人跟受益人是不同人的时候，应该让受益人有表达意见的权利。 所以希望能够增列一个受益人的介入权。立委认为，类似这种欠债造成保单妨解约的乱象，袂当继续落去，要透过保险法修正草案，确立受益人介入权，和保险受益人会当适时阻止保单妨强制解约。保险公司呢，从今年7月1号之后，要针对这个主约如果被强制执行，那么这个附约的部分要有一个附约延续条款。 对于真正民众的心声，金管会表示，未来会伫受益人介入权排除部分的险种，确保保单受益人权益。司法院回应，那民众对解约命令也会当行司法救济提出异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